大家好吼，咪呼咪煞，大家好。来，今仔日来讲一个故事吼。来，有一天阿明去找头路，就甲头家讲：头家啊，我的要求无讲介济啦，就头一工你互我2箍就好，第二工互我4箍，第三工互我8箍，第四工16箍，第5工32箍，安尼。好，头家听感觉讲，这嘛无啥，拢蓝山啊，哎呀，凊彩 ，OK， 安尼会使。好，若是讲照即个规则落去吼，请问第30工的时阵，头家要互阿明偌济钱？来，大家想看觅咧。好，来讲答案正吼。来，我来讲一寡指数基本的概念吼。来，你看后一张图。来，只有3逝吼。来，头一逝，2乘2，来2乘2，来用一个符号来写，就是2必乘2，2必乘2，嘛会使讲是2的平方，2的平方，来答案就是4。过来，若是讲3的2 3乘，3的2 3乘，迄就是2必乘3，2必乘3，嘛会使讲是2的立方，2的立方就是8。好，若是讲有 n 的2 3乘，n 的2 3乘，这就是2必乘 n，2必乘 n，嘛会使讲是2的 n 乘方，2的 n 乘方，有影？2的 n 乘方。好，过来。后一张来一寡算子吼，来，比如讲2必乘3乘2必乘5，来，足简单，因为因的底数拢共款，拢是2，所以来指数的部分3添就好，所以就是2必乘3加5就是2的必乘8，有影？256。好，过来第二逝，来，也是用分的，比如讲3必乘10，用3必乘7来分，来，因为底数拢共款，所以就是3必乘10减7，就是3必乘3 27。好，若是讲因的指数是共款的，底数无共，嘿，嘛真简单，就是你看2必乘3乘5必乘3，用外卖点甲扣起来，内底就是2加5乘3乘，3乘了后搁必乘3，所以就是10必乘3 1000。好，来，目前敢有问题？好，若是无问题吼，来，搁有这2必乘3，搁外卖点扣起来，搁必乘2。来，这代表啥？来，这代表讲就是有2个2必乘3，所以就是2必乘3乘2必乘3，就是2必乘6。好，来，这介绍好了后吼，来，咱看咱定定看到的一寡就是乘法啦。来，比如讲这，来爱背起来吼。来，2必乘1就是2。2必乘2就是4，2必乘3就是8，2必乘4就是16，2必乘5 32，安尼继续吼，2必乘6 64，2必乘7 128，2必乘8 256，2必乘9来516，2必乘10。1024，好，安尼了解吼。好，来，所以来尾啊，来到遮吼，请问第30工，头家到底要互阿明偌济钱？来，就是2必乘30，2必乘302必乘30，较我带一个数字，来下骹有。三个吼，来，大家紧看觅，是 A 也是 B 也是 C，
A 是1000万，哇塞，1000万。B 是1亿 ，C 是10亿。来，第一个较正确，来大家想看觅。好，拢有答案咯。来，我来解说吼。来，你看100度。来，2变成30，这无法度直接算，所以我甲这拆做3个2变成10。啊，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就是因为2变成10，它都有背过嘛。大家知影是1024，所以就平1024，3个3乘安尼。好啊，但是就是咱是算大了就好，所以差不多就算1000啦。OK 哦，1024我就甲算1000就好。所以大了是1000乘1000乘1000。好，来，应该拢知影吼。来，这3个1000，3乘，来，结果就是1后壁有9个零，1后壁有9个零，所以就是10亿，10亿。来，他拄仔紧正确的举手一下。好，恭喜恭喜吼！好，所以头家要互阿明10亿啦。哇 ，OK 哦，爱知影吼。好，啊，今仔日就先介绍到这边吼。来，咱后盖再会。3加3，2领3裤；3减3，2领裤3。啊，裤加裤，真正2领裤；裤减裤，无裤，搁脱2领3。